根据着新竹县地政处的统计，2000年土地征收条例施行到今，新竹县内有完过1500多笔，总金额超过6亿2000万的征收费用，到今阁是无人来领。县政府也要提醒民众讲，若准有收到征收补偿费保管通知的民众，就要赶紧来领；若准超过15年无来领，这寡钱就会全部充公。 新竹高铁站附近愈来愈闹热，这几档新竹县台北市快速发展开发过程中，政府征收民众土地嘛拨款补偿，想袂到10多档过啊，目前有6亿2000多万的补偿金，无人来领。没有领就把它看多久就做公益就好了，反正就是放弃继承这样。如果是之后充公用在好的地方，那当然是OK 啊，对啊。民众听讲遮侪钱无人领，嘛感觉真拍算。根据规定，无人领走的补偿费，县政府上侪干那会使保管15档，超过期限钱就要收回去国库内底。94年没有领的，一直到我们109年已经发生的征收事实未领取款项最多，目前就是统计起来的话，大概就是6.2亿还没有领取。没有领取的部分的话，可能都是很早期的土地下来，然后它的土地确实就像讲，一部分是它的后面继承的部分可能没有后代来继承，或者是它的产权不明。根据了解，其中有一笔4000万的补偿金，因为所有权人之间无共识，所以才会一直无法度来领。县政府提醒民众，若是民众有疑虑，会使打电话来查清楚，才袂让家己的权利困去啊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